这是给耗子做的窝吗？好，走一个啊，定点转身，好，走，一、二、身高统一点啊，身高统一点。你俩说什么有病啊？赶紧给我坐上，快点！哎呦！这鞋穿上绝对跟他们一边高。我另一身呢，这回跟他们一边高了吧？完鞋丢找不着了那阵儿。哎呀，干啥去？哎呀，咱俩是如此契合。